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次主題係印度歷史。印度共和國 Republic of India， 通稱印度，係位於南亞次大陸嘅國家，面積排行世界第7，係亞洲面積第3大嘅國家，實際控制領土面積約3166000平方公里。印度人口眾多，排世界第1。截至2025年12月，印度有接近14億人口。按國內生產總值計，印度而家已經成為世界第5大經濟體。印度係一個多元民族同文化嘅國家，境內族群同種族繁多。印度歷史可以分成8個主要階段嚟描述。古印度係世界4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最早嘅文明係公元前2600年至前1900年嘅印度河流域文明，又叫哈拉帕文化。呢個文明主要分布喺而家嘅巴基斯坦同印度西北地區，以哈拉帕去阿拔同摩亨佐達羅姆慶做大澳做代表城市，擁有高度發達嘅城市規劃、排水系統、文字系統同廣泛嘅貿易活動，社會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哈拉帕文化喺發展過程中形成咗複雜嘅社會結構同宗教信仰，顯示出早期印度社會嘅高度組織化。然而，呢個文明喺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衰落，原因至今未明，可能同自然災害、河道變遷或者外族入侵有關。其後嘅幾百年，印度進入咗新嘅歷史階段，被雅利安人帶嚟嘅吠陀文化所取代。約公元前1500年，嚟自中亞嘅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征服同取代咗原有嘅哈拉帕文化，形成以吠陀為核心嘅宗教同社會體系，即係吠陀文化。呢種文化奠定咗古典印度文明嘅基礎，種姓制度開始形成，社會分為婆羅門、帝利、吠舍同首陀羅4個等級。吠陀教逐漸發展成婆羅門教。雅利安人定居恒河流域後，創造咗被稱為恒河文明嘅新階段，使恒河成為印度文化同宗教嘅象徵。公元前6至前4世紀，印度進入列國時期，出現16雄國，如迦斯、憍薩羅、摩羯陀等。其中摩羯陀國因地理同經濟優勢而逐漸崛起，成為統一印度嘅核心力量。呢段時期思想文化非常活躍，佛教同耆那教相繼興起，對印度同東亞文明產生深遠影響。公元前6世紀末，波斯亞契美尼德王朝嘅大流士一世征服咗印度河流域。之後，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印度西北，為孔雀王朝嘅興起創造咗條件。亞歷山大撤退後，旃陀羅笈多推翻咗難陀王朝，建立咗孔雀王朝，統一北印度，並擊退咗塞琉古嘅入侵，攞到阿富汗地區。孔雀王朝喺亞玉王時期達到鼎盛，除咗南印度外，幾乎統一咗成個次大陸，積極傳播佛教，使佢成為世界性宗教。亞玉王死咗之後，孔雀王朝衰落，印度進入長期分裂時代。公元前2世紀起，大夏希臘人、塞人、安息人相繼入侵，其中大月氏人最成功，建立咗強盛嘅貴霜帝國。貴霜時期佛教廣泛傳播，促進咗中印文化交流。之後，笈多王朝再次統一北印，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學、藝術、天文學、數學高度發展，形成古印度文明嘅黃金時期。呢段時間，婆羅門教演變成印度教，與佛教、耆那教並立，推動咗印度宗教同文化嘅多元繁榮。貴霜帝國喺強盛咗幾個世紀之後，逐漸分裂成幾個地方政權，其喺北印度嘅地位被旃陀羅笈多一世建立嘅笈多王朝取代。笈多王朝係孔雀王朝之後印度最強大嘅本土帝國，亦係由印度人建立嘅最後一個統一王朝，被稱為印度古典文化嘅黃金時期。笈多王朝起源於摩羯陀，其早期君主多數係傑出嘅征服者，統一咗北印度，但對南方擴張有限。笈多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學藝術空前昌盛，湧現出偉大詩人加里陀梭等文化巨匠。然而，從中亞入侵嘅達人、白匈奴喺5至6世紀嘅活動嚴重削弱咗帝國實力，加速咗笈多王朝嘅衰亡。
各地皇宮同部族勢力紛紛反抗中央權威，帝國迅速瓦解。其後所謂後及多王朝嘅統治力量只限於摩羯陀一隅，昔日嘅帝國統一局面唔復存在，印度再次進入分裂割據嘅局勢之中。大約喺7世紀，北印度興起咗新嘅政治力量拉耆普特人。佢哋喺7至8世紀之後成為印度政治舞台上嘅重要勢力。從7世紀中葉到12世紀末，穆斯林征服北印度呢段時期，通常叫做拉耆普特時期。8世紀初，阿拉伯人征服咗印度西北部嘅信德地區，揭開咗伊斯蘭勢力向東進入印度嘅序幕。之後，南印度出現咗多個強大王國，例如朱羅國、駐同埋潘地亞國。其中朱羅國一度遠征東南亞，影響深遠到印度尼西亞群島。由11世紀開始，中亞突厥人掀起咗對印度嘅真正征服。加色尼王朝嘅蘇丹馬克穆德多次入侵印度，造成咗北方嚴重破壞。1173年，加色尼被佢嘅附庸廓爾王朝吞併。廓爾嘅統治者穆伊茲丁·穆罕默德喺1192年第二次德賴戰役中擊敗紹漢人，確立咗穆斯林喺北印度嘅統治基礎。佢嘅將領固特卜丁·艾伯克喺1206年自立為蘇丹，建立德里蘇丹國，定都喺德里。由呢一刻起，直到16世紀莫臥兒帝國興起，北印度歷史都屬於德里蘇丹國時期。德里蘇丹國瓦解造成嘅權力真空冇持續好耐，新的穆斯林征服者好快喺西北方出現。1526年，突厥人鐵木兒嘅直系後代巴卑爾由中亞入印度，喺第一次帕尼帕特戰役中擊潰咗羅帝王朝最後一位蘇丹易卜拉欣羅帝。巴卑爾佔領咗德里，同時被尊為印度斯坦嘅皇帝。佢隨即喺1527年擊敗咗拉耆普特人。1529年又消滅咗阿富汗人嘅殘餘勢力，由巴卑爾建立嘅政權叫做莫臥兒帝國。奧朗則布去世後嘅莫臥兒帝國稱為後期莫臥兒。呢一時期嘅特點係皇帝大部分都昏庸無能，馬拉塔人越打越強，好有取代莫臥兒嘅趨勢。但係決定印度命運嘅因素係歐洲列強。殖民時期嘅印度經歷咗由歐洲列強競爭到英國全面統治嘅漫長過程。最早入到印度嘅係葡萄牙，佢哋喺莫臥兒帝國勢力之外建立據點，之後被荷蘭人取代。去到17、18世紀，英國同法國成為喺印度爭奪主導地位嘅主要力量。經過一連串戰爭，英國最終取得勝利，法國嘅勢力被削弱到只剩少數殖民點。英國喺印度事務嘅核心機構係不列顛東印度公司，佢透過武力同政治手段逐步擴展勢力。到1818年馬拉塔人失敗之後，差唔多統治咗成個印度。19世紀中葉，英國陸續兼併咗信德、旁遮普、貝拉爾同奧德等地。由於壓迫性嘅經濟同社會政策，1857年爆發咗印度民族大起義，雖然被鎮壓，但標誌住印度反殖民運動嘅開端。1858年，改善印度管理法通過，東印度公司被撤銷，印度改由英國政府直接管轄，莫臥兒王朝亦正式被廢除。之後，英屬印度建立，分咗13個省同大約700個土邦。英國實行分而治之嘅政策，利用宗教同民族矛盾維持統治。19世紀末，民族覺醒加速。1885年，印度國大黨成立。1906年，穆斯林聯盟出現。1909年末來，明托改革法案推行分別選舉制度，使宗教分裂制度化，進一步影響咗印度民族運動嘅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印度民族主義嘅發展有深遠影響。戰爭期間，英國徵召大量印度士兵同埋強行徵稅，令印度社會經濟陷入困境，同時民族覺醒迅速高漲。1919年，英國頒布羅拉特法案，限制印度人嘅自由，引發全國抗議。同年4月13日，英軍喺旁遮普嘅阿姆利則開槍屠殺手無寸鐵嘅群眾，造成數百人死亡。
呢場慘案震驚印度，令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徹底轉變立場，由主張合作轉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1920年，佢改組國大黨，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方針，領導全國範圍嘅反英運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大黨多次發動群眾運動，成為民族獨立鬥爭嘅核心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再次被逼為英國出力，民族矛盾更加尖銳。1944年，甘地同穆斯林聯盟領袖真納會談失敗，印穆分歧加深。戰後英國實力衰落，殖民統治難以為繼。1946年爆發印度皇家海軍起義，成為獨立嘅前奏。1947年，根據蒙巴頓方案，印度同巴基斯坦相繼獨立。獨立後嘅印度面臨印巴分治同克什米爾衝突等問題。尼赫魯時期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同5年計劃，推動經濟發展。1971年第3次印巴戰爭中，印度獲勝，促成孟加拉國獨立。1975年吞併錫金。進入21世紀，印度崛起為新興經濟體，並於2025年當選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成員，顯示其國際地位嘅提升。